隨時隨地淘汰。呢個係乜嘢嘅世界？點解啲工作軟件會突然唔同晒？感覺到了瘋癲的境界，瞬間做嘢返到去錯街。到底做乜先可以唔使被淘汰？就去當司機，做到冇晒心機，準備用自動駕駛去取替。連住去做送外賣，佢用無人機去送，咁你仲夠唔夠佢快？轉去做地盤，有理想學翻手藝一門，結果有汗出不過冇糧出，隨後就去做西門唱阿姐嘅飯碗，好彩仲可以揾到186結束，好彩仲可以揾到186切7，就唔使擔心。進入高速發展的境界，開始細思考，只要再過多幾年，每個工作崗位都會隨時隨地淘汰。呢個係乜嘢嘅世界？點解啲工作軟件會突然唔同晒？感覺到了瘋癲的境界，瞬間做嘢返到去錯街。到底做乜先可以唔使被淘汰？做到冇晒心機，準備用自動駕駛去取替，連住去做送外賣，佢用無人機去送，咁你仲夠唔夠佢快？轉去做地盤，有理想學翻手藝一門，結果有汗出不過冇糧出，隨後就去做西門唱阿姐嘅飯碗。